啦，開始呢度啦，涉及咧嗱，唔該有同學仔琴日問我呢個大括弧咩意思啊？唔該你記住大括弧即係 and 啊，唔係我啊，唔好撈亂啊。逢係見到大括弧就係 and 㗎啦，聽唔聽到 ？OK， 要兩樣嘢都成立嘅。好啦，而家個 y 小於等於4，嗱，其實 y 小於等於4一定係喺咧呢個 y 等於4嘅下邊嘅 ，get 唔 get 到？因為呢啲個 y 係2啦，呢個 y 係0啦，嗱呢度個 y 都係-2，所以一定係喺下低陰影部分。get 到嘅請舉手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另一條式咧就話 x 要細過喎，咁我哋睇一睇啦 ，x 要細過5嘅話，咁係喺 x 等於5嗰個左手邊定右手邊啊？咁嗱，用紫色筆表示啦，細過5嘅你諗下啦，嗱呢一點嘅 x 咪細過5咯，呢點嘅 x 坐標都細過5咯，咁即係依度噶咯喎。嗱，如果你咁樣畫咧，咁其實就幅圖花晒啦，啱唔啱先？咁啊出事啦。咁我哋咧本身咧不等式咧，即係 linear 嗰隻咧，其實係咪要畫重疊部分啊 ？and 其實而家 and 咧都係重疊部分嘅。咁所以咧重疊部分咧最終得依一橛嘅啫喎，啱唔啱先？咁如果你畫到咁樣花晒咧，咁啊慘啦，會扣分嘅。咁點樣做最好咧？留心聽啦。咁我而家拆晒成個黑板去啦。咁嗱個做法就好簡單啫，唔該你温柔少少，即係寫個箭嘴仔就算啦。第一條不等式，依個箭嘴仔 ，OK。另一條不等式係依邊箭嘴。好啦，咁而家我哋係咪斬開做1號區域、2號區域嗱？兩條線咪斬咗做4個區域喎 ，get 唔 get 到先？斬到4個部分 ，get 到就請舉手。4個部分邊個係儲齊兩個箭嘴啊？1嘅舉手，2、3、4，係咪3先儲齊兩個箭嘴啊？所以個答案咪3號區咯。咁點樣做咧？嗱，咁我而家寫晒之後咧，你 get 到個意思就得㗎啦。咁嗱，記住個步驟啦，先寫好細細箭嘴。咁咧個答案就係呢度啦。再畫埋佢，聽到未 ？get 到未？好 B， 我哋一齊又畫。喂 B 第一條 y 係大過等於 x 加4 y 等於 x 加4係呢條 y 大過嘅，即係呢條直線嘅上邊。get 到未？唔得，一定要畫箭嘴，因為計分嘅。問得好，箭嘴係計分㗎，聽唔聽到？一定要畫箭嘴。你可以畫一個箭嘴嘅，咩意思咧？嗱 ，x 大於等於2，即係喺右手邊。咩叫一個箭嘴咧？咁樣，但係我中意咧係兩個嘅，即係我中意畫兩畫嘅其實。OK， 好啦，亦都係啦，斬開佢做1號區域、2號區域、3號區域同4號區域。咁同學，邊個區域先有齊兩個箭嘴啊？係啦，個個都識 V 字啦喎。OK，very good。咁啦，所以咧，我亦都拆翻靚佢啦，最緊要你明啫。嗱，你記住啲直線無限延長㗎，佢呢度冇無限延長唔代表係錯㗎。嗱，其實咁樣嘅呢條直線繼續延長㗎啦。OK， 記得要加箭嘴啊，唔好唔加會扣分啦。個答案係咁啊，唔該你就延長啲啊，唔好出界啦。嗱，呢度冇出界啦。get 到未 ？get 到請舉手。咁嗱，而家啲題目都係2啦，因為俾埋條直線你。咁你諗下啦，去到考文憑試會唔會俾埋條直線你？唔會啦，要識畫㗎啦，所以嚟緊啲功課都要識畫直線嘅。聽到未？我哋會逐步訓練你哋，確保你識畫㗎啦。好，第2條，喂，咁第2條我哋又一齊睇咯喎。好啦，睇一睇第2條啦。好，第2條要寫翻嗰個陰影部分咯喎，究竟係邊條 equation 咯喎？咁我哋一齊睇，對於第一 part 呢一條式，我哋應該係點寫啊？係喺條直線下邊，而且個 y 已經係正數，所以最好嘅 y 係正咧，我哋直接寫啦 ，x 加 2y 小於等於4，get 唔 get 到？佢係喺條直線樓下啊嘛，咁咪所以係細個咯。咁點解要包等於啊？因為係實線咯。聽唔聽到？實線好緊要㗎。如果虛線包唔包等於？唔包。好啦，第2條式係咪喺 y 等於-2嘅上邊
個 y 嘅係數都係正嘅咯喎，所以係 y 大過等於-2。咁啊做完啦 ，get 到未？我望出嚟精神啲，睇下係咪真係明？明嘅請舉手。嗱，真係要精神啲啦。我 B， 我抽個同學答啦。B 13號啊，答案係咩？X 大過-1，呢度明啦。對於第一條式唔包等於嘅 ，OK。好啦，呢條式 x 減 y 係等於3，究竟嗱，因為個 y 係負，而家上邊，所以係大個定細個啦？諗清楚。相反嘅咯喎，變咗細個啦。如果醒嗰啲同學咧，就即刻寫細個就得㗎啦。get 唔 get 到 ？get 到未？明白未？可以即刻寫㗎啦，其實。咁如果你有啲同學唔係好熟運算嘅，你咪調一調位先再寫咯。咁點樣知自己答案啱唔啱啊？喂，其實記住就 check 點啦。嗱，呢一點，你用00呢一點，你代落去，喂，究竟嗱0減0細過3，即係話你呢條式係啱咯。聽到未？記得要 check 點，確保自己答案啱。有冇問題 ？get 到請舉手。好啦，今日學到呢度啫，而家可以做數。OK。